咱再来攻读上帝话。上帝话记载伫启示录3章14至22节。启示录第3章14至22节，上帝话安尼讲：你着写批，互伫罗底家的教会使者讲，做阿们，做忠心真实的干净，做上帝造化的源头的。耶和华讲：我知你的所做，你是无冷无热，我愿你也是冷也是热。你既然是拿轮烧，毋知热毋知冷，我要吐你出我的喙，因为你家己讲，我是好囝，已经发财，拢无欠缺，也毋知你是困苦、可怜、丧乡、凄迷、褪体。我替你想着，对我买过火锻炼的金，通得着好业，搁买白衫通穿，互你无落现褪体见笑；搁买药膏来抹你的目睭，互你袂看见。既然我所疼的人，我责备来警戒伊，所以着愤志来反悔。我徛伫门外拍门。听见我的声来开的人，我要入去就近伊，来甲伊食，伊也甲我食。得胜的人，我要互伊甲我同坐伫我的座位，亲像我得胜来甲我的爸同坐伫伊的座位一样。有耳孔的，就听圣神甲遮个教会所讲的以上。今日咱中间蔡耀准牧师要讲解的信息是。合上帝心意的教会，合上帝心意的教会，咱恭敬来听。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周报中间因今仔日的题目是火热的教会吼。因为咱今仔日要召开会员好会，所以牧师啦，即个题目小可做一个调整，来调整做合上帝心意的教会。因为安尼层面会较宽吼。毋茫讲，咱会当透过即个。题目做伙来思考上帝伫咱教会中间的心意。每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你透过你充满开力的话，要成做阮的帮助。特别是要调整阮的教会，互阮的教会哪来哪合你的心意。主，阮恳求你，互阮自信来听，清起阮的耳孔。阮明白你的话语的奥秘，也显出阮信心甲开力，将你的话实践出来，来满足你的心意。阮来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日咱所读的这段经文是新约启示录中间耶稣基督各位耶稣基督要求这个作者启示录的作者。写予7间教会的最后一张批信，伊写予7间教会总共有7张批信，这是第7封，是写予老底嘉教会的批信。咱对内容来看，这张批信是一张责备的批。这张批信上介大的特色，就是差不多无一句好话，拢是责备的话。你若看头前6张，加减有好有歹。但是，这张批信全部拢是谴责的话，因为老底嘉教会伫上帝眼中是一间无生命力、失去功能的教会，所以各位耶稣基督透过启示录的作者来对老底嘉教会提出警告。咱透过安尼来思考，讲咱的教会爱成做什么款的教会，才当合主的心意。首先，咱先来看老底嘉这个城市。老底嘉这个城市伫当时是真出名的一个城市。这个城市有3个真重要的特色。第一个特色就是这个城市是真好嘅的城市。老底嘉伫当时是一个交通的中心。咱交通哪方便，这个城市就哪商业就哪发达。而且伊毋是干那商业发达咯，伊金融的市场有那真大，所以大概是迄个地区中间上界富裕的商业都市。
伊俘虏到啥物款的程度？牧师举一个例，互大家知影。伫主后61年，即个地区发生真大的地动，将即个城老底加城差不多大多数的建筑物拢震动歹去，拢毁坏。当时阵罗马皇帝叫做尼禄，伊原本地想要用国家的力量来支援即中建的经费，但是即个城市的百姓拒绝。伊讲：我家己经济实力真好，所以我要靠家己的力量来重建即个城市。所以咱对安尼知影讲，确实即个城市伊的商业真兴盛，而且经济能力真强，这是即个城市的第一个特色。另外，即个城市有一个真出名的物件，就是纺织业真出名。即个城市伊特别是当地即个羊毛所做的布匹是真出名。特别伊的羊毛是迄个乌色的羊毛，咱知羊仔有白色的，有乌色的嘛。伊是出名伫乌色的羊毛。即羊毛所做出来的即个布会当做真水真水的即羊毛的地毯，而且嘛当来做纺紗。所以当时的人拢知影讲，老底家所制作的即羊毛的纺紗衫是一流的，是当时阵上界奢华的即个衫，而且真有价值。所以即个所在是用纺织业出名。第三个，即个城市因为经济实力好，所以真重视即医疗的系统，所以当地也设有医学院特别咧栽培即医生，所以伊是差不多即小亚细亚的地区的医疗的中心，医疗水准真悬，特别出两种真重要的药一种是耳孔的药更较出名的是目睭的药所以因目睭的药是真出名当时阵的世界上界出名的一种目睭药所以即个城市有三个特色：第一，伊致富裕；第二，伊纺织业真发达；第三，伊医药也真出名。所以老底家教会就是起造伫即个城市中间。照理讲，一间教会被设立伫一个城市中间，拢应该爱即间教会爱伫即间城市中间做工做盐，来影响即个城市。但是，咱看起圣经可能老底家教会无去影响即个城市，煞去互世俗的观念、价值观去影响着。当然，咱无明白讲即间教会到底发生什么款的问题，但是对咱拄则所读的经文，搁我主耶稣基督对即间教会提出警告，咱中间咱能发现讲有真济重要的现象。咱看起着拄则所读的即段经文，伊讲：你讲我是富足宽裕，无任何欠缺，这是老底家教会甲伊讲，讲我真好业，我无任何欠缺。但是，搁我主耶稣基督大因警告讲，但是你毋知影你家己是偌悲惨可怜，你丧凶，你失明，搁赤身裸体。所以咱理解讲，即间教会出了三项真重要的问题。第一项，因虽然外表看起来真富裕、真好业，物质上无任何欠缺，但是主耶稣基督讲，恁伫灵性顶面是双向欠缺，恁拥有互恁双向欠缺的财富，因为当一个人伊掠即个所有的产业做伊的瓦壳的时阵，伊的灵性就双向欠缺。所以老底家教会伊讲我真好业，但总是伊伫灵性顶面真双向。第二项。第一项，牧师阁补充一下，咱来理解财富的确会当替人做真济代志。有一句话安尼讲金钱毋是万能，但是无钱啦，万万不能。但是即句话咱思考起来，敢真正是安尼？咱有财富的，咱能买一张真舒适的眠床，
但是咱敢有买到好的困眠？咱有钱通去买真水的豪宅，但是咱买袂到家庭的和乐。咱有金钱会当起一个富丽堂皇的教会，但是买袂到敬虔的信仰。这就是老底嘉教会所拄到的问题。如果若一个人掠做借着财富，就通做好所有的代志，安尼伊实在送红了真可怜。教会嘛是安尼，财富是上帝予咱的恩赐，但是咱毋通挖靠财富。用财富去取代上界重要的上帝，咱应该爱用信心去挖靠上帝，无应该去挖靠财富。这是老底嘉教会拄到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咱拄则讲过，伊纺织业真发达，所以这个城市的人对因的纺织这一业感觉真骄傲，因对因出产这个真华贵的外衫，感觉真骄傲。但是各位耶稣基督讲，恁伫灵性顶面是赤身裸体。伫当时阵赤身裸体是种见效嘛？这是咧是讲，当一个人，伊只会当用伊的金钱买真好的外表的衫来糟蹋咱的身体，但是无任何物件会当糟蹋咱的灵命。这时阵是灵性真大的危机。所以，因虽然外表穿了真水、真华丽，但总是内在迄个灵性是真丧样。那亲像一个人赤身裸体同款。第三，咱讲伊目睭也真好，但是各位主耶稣基督对这间教会人提出提醒，讲恁真出名的目睭药啊，恁感觉真骄傲，但是事实上证明讲，恁虽然有真好目睭药啊，两粒目睭却完全被掠砍，对家己灵性顶面的赤身裸体，甲家己灵性顶面的丧样无看见。所以各位耶稣基督特别爱因将灵性的目睭拍开，来反省家己的问题。所以这三项就是老底嘉教会所拄到的问题。当然，牧师知影吼，咱少年教会无底到安尼啦，但总是咱嘛爱借着安尼来反省。而且各位主耶稣基督嘛，伫遮提出这间教会所拄到问题的根源是啥物？无灵无烧。咱拄则所读的经文讲，我知影你所做，我知影你无灵无烧。我愿意，我反正愿意你，其实是灵，其实是烧。因为你亲像温水同款，无冷也无烧，我要将你对我的喙中吐出来。这其实咱来了解当时阵的老底嘉教会的环境。老底嘉教会伊是伫一个温泉区的中游，中游就是中的这段，就是讲伫伊距离有一段距离的所在，有一个真出名的温泉。温泉小小的温泉会当互人浸伫这温泉中间，身体得到健康。咱知浸温泉对人的身体健康有帮助。这个温泉的水脉一直流，经过这老底嘉教会，一直流到另外一个城市叫做哥罗西。流到哥罗西的时阵这个温泉变做冷泉。冷泉嘛有效果。冷泉人若浸伫冷泉中间，精神会好。所以无论是烧的也是冷的，对人的健康拢有帮助。这老底嘉教会拄伫中，温泉流到这中的时阵，无冷也无烧。甚至咱知影温泉拢有真侪矿物质嘛，矿物质流到老底嘉教会的时阵，这矿物质还未沉淀完全，所以啉的时阵。啉袂落去啦，迄味伤重，拢爱吐出来。但是当你流到这哥罗西的时阵，迄矿物质沉淀了，所以哥罗西的水泉是真好啉嘛。所以咱知影，这段水伫这个老底嘉，
无冷也无烧，一点仔路用也无。所以伫遮你讲无冷无烧，意思是安怎？主耶稣基督对因提出一个真严重的警告：如果一间教会无法度发挥伊的功能，对人无影响，安尼将要互主耶稣，搁我的主耶稣基督所拒绝，要将这水对喙来吐出来。所以主耶稣基督讲：你若烧烧会当对人的身体有帮助，冷冷会当互人的精神好。但是你无烧无冷，一点仔路用也无。有一天爱被主所拒绝。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咱今日去到罗底加的所在，敢会当看到罗底加教会？无去啊，因为被主所拒绝。一个掠家己的妇孺做骄傲，用真好的纺织品，有真好的医药技术，但总是伫这个城市所设立的教会，被主所拒绝。咱来对安尼来反省，一间无烧无冷、无法度发挥功能的教会，主会将伊拒绝。所以接续主耶稣基督犹原对罗底加教会存着一点仔愿望。伊讲：对我所爱的人，我拢责备管教。所以你爱热心，爱悔改，听我徛伫门外拍门。如果若有人听去，我系啥物来开门的，我就要入去。我要甲伊做伙食，伊也要甲我做伙食。主耶稣虽然对因提出警告，犹原有宽容的时间互因，伊爱因悔改，毋通搁再无冷也无烧，爱发挥教会功能。检猜因即马现主是无法度达到主耶稣基督要求的标准，但是主耶稣基督透过责备，期待因会当悔改。咱也爱对安尼来学习。安怎成做一间合上帝心意的教会？牧师要甲大家分享4项，咱详细来理解。第一项就是主耶稣基督苦劝因安怎去买迄个精炼的金啦。大家毋通了做讲精炼的金是叫因去组织财富，毋是安尼。这精炼的金是指信心啦。咱看起着这段经文，彼得前书第1章第7节，用这种经历，无毋是爱证明恁确实有坚定的信心，甚至迄个会当毁坏的金，也爱经过火炼，恁的信心比金仔较贵重，更必须要经过考验，通互恁伫基督耶稣显现的日子，得到俄罗光荣甲尊贵。所以伫遮咱看起着经过火炼的金。是指咱的信心，咱需要透过亲像火炼金仔相款去锻炼咱的信心。因为如果一个人会当持守信心，知影伊倚靠的对象是上帝，毋是财富，安尼伊会当面对人生任何的挑战。因为咱所拥有的财富，有一天可能会失去。但是如果咱能倚靠迄个提供应咱万有的上帝，咱就当面对人生任何的挑战，有充足的信心，是会当互咱的教会合上帝的心意。既然是咱旧历年的最后一礼拜，无久咱就要过新年。咱伫新的一当中间，牧师期待咱加强咱对上帝的倚靠。特别是咱等下要召开和会，咱看见着上帝伫过去一当对咱所赏赐的恩典，这款可真可爱的上帝，真正值得咱专心去信靠伊。这是咱来操练的第一项。第二项，耶稣爱因去买白色的衫穿，白色的袍。我拄则有讲过，老底家这城市出名是乌色的羊毛衫，遮拄好一个对比。伫遮白色的袍是指圣洁谦卑的心嘛？咱看见着诗篇149篇第4节讲，因为耶和华欢喜伊的百姓，伊要用救恩当作谦卑人的砖头。咱若上去查考，伫启示录中间，白色的衫就是得到救恩的象征。所以耶稣基督爱因穿白色的衫，买白色的衫来穿。上界主要的目的就是爱因谦卑啦，
毋通掠做家己不有，毋通掠做家己真强盛来骄傲，爱除掉内心的骄傲，用谦卑的心明白家己的软弱。因为只有你明白家己的软弱，才会当去挖靠迄个稳定教育咱用的上帝。咱少年教会有100档真好的传统，咱确实有真济值得咱骄傲，而且过去先辈所留落来的资产，信用的资产。但总是咱嘛爱谦卑落来，了解讲咱还阁有真济不足的所在。咱安怎努力挖靠上帝，来补满这不足的所在，互咱的教会真真正正当荣光上帝，让祝福人来满足上帝的心意。所以，除掉内心的骄傲是非常重要，因为一个拥有骄傲的心，无可能对上帝的代志感觉热心嘛。伊拢掠家己已经有够来做骄傲。咱将咱心中的骄傲来剔掉，取代温柔，用温柔谦卑取代骄傲的心，安尼呢会更加合上帝的心意。第三项，耶稣爱叫因去买种目睭药啊，互目睭会当看去。这是指爱用上帝话来清洗咱的目睭。诗篇19篇第8节讲。耶和华的命令清洁，会当互人的目睭光起来。意思是讲，咱若透过上帝的话，咱会当明白上帝的心意，了解上帝伫咱生命中间的计划。所以，咱期待伫新的一当中间，咱将一件代志当作要紧，就是读上帝的话。我常常感觉讲，咱少年教会的兄弟姊妹实在是。上界幸福的，咱的牧师同工拢替咱安排好这个读经的计划，对无？然后咱的资传的同工，佮透过咱的牧师同工，佮有一寡咱的传道咱教会中间的传道，做伙录迄个每日亮光，帮助大家理解咱所读的圣经。而且你若有加入教会内群组，每一天透早。都牧师写伊读圣经这段圣经的感想，暗时阁有咱的牧者写读这圣经了的一个祈祷文。目的就是要帮助咱会当自信伫上帝话顶面嘛，毋是咱接到迄个来讲过来啊，你来关起来。迄是咧提醒你讲，爱将上帝话看作要紧嘛，毋通因为。咱真方便会当得到这个资讯，咱掠做这无重要。迄牧师期待讲，咱真正伫新的一当立志，爱将上帝话做咱生命的中心。因为咱的信仰就是起坐伫上帝话顶面，透过上帝话，咱会更较明白上帝的心意嘛。咱会当照上帝的心意安尼做，咱每一个人拢照上帝的心意，咱的教会就是合上帝心意的教会。所以期待，咱伫旧年度牧师有一系列的讲道，还有其他牧师的讲道篇，拢有集合做一本讲道集。咱今年有一个计划，就讲一本咱要卖300块，扣掉成本了，咱要将这个钱奉献予咱的少年社会福利基金会，来做一寡老人的工作。但总是更较宝贵的是讲，咱摕到这本讲道集。咱能够复习过去牧师所讲的，帮助咱的信仰，所以咱会当去登记来购买。最后一项，我看记着主要所祈祷讲，伊伫门外拍门，那拍开门的，伊要甲咱做伙同齐道。咱要合上帝的心意，就爱欢迎耶稣进入咱的心中，互耶稣来掌管，互耶稣来同工。耶稣讲。已经伫门外咧拍门啊！咱拢无要将咱的心门拍开，拢来关掉的。自然而然，你就无法度明白耶稣的心意嘛。如果咱能将咱的心门拍开，欢迎耶稣入来，互伊做主，互伊做王，咱会当享受甲耶稣基督同齐道的迄个喜乐，
而且因为耶稣伫咱生命中间掌管，咱会更较照伊的心意来行。拄则讲过，如果每一个兄弟姊妹拢照上帝的心意来行，咱的教会就是一个合上帝心意的教会。亲爱兄弟姊妹，咱等下要召开好会，咱要检视咱过去一冬，咱伫上帝面前所做，以及上帝所赏赐予咱的恩典。咱应该伫这个时刻准备好，用信心追求心灵上的富足，用谦卑柔和的心拄起咱的骄傲，用上帝话清起咱的目睭，而且拍开心，互主耶稣基督伫咱的中间掌管，互咱的心会当火热起来，互咱的教会会当哪来哪合上帝的心意。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主，这个时刻，阮愿意拍开阮的心门，欢迎你入来。求你伫阮生命中间掌管，互阮哪来哪明白你的心意。你的话对阮显明，你伫阮中间的计划，互阮整个教会会当照你的计划来行，通好满足你的心意。求主帮助阮，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